喺呢個趕頭趕命嘅世界，我哋成日淨係識得將注意力放晒落去個病人，但係有冇諗過背後嗰個睇住頭家嘅照顧者先至最攰？尤其係對住柏金遜呢類慢慢蠶食神經嘅病，照顧者唔單止要出錢出力，仲要長期承受住精神壓力，真係人都癲。根據世衛數據，全球過千萬人有柏金遜，每個患者背後平均有1.5個以上嘅人照顧，即係話起碼有1500萬人長期喺高壓狀態下做照顧者，但係根本冇人理。佢哋攰到趴街，但唔可以冧低。好多柏金遜症照顧者都有呢個感覺。我唔係唔愛佢，係真係頂唔順啦。由確診到惡化唔使3年，患者講嘢開始含糊，吞口水都難，手腳硬過鐵，晚晚起身幾次，日頭又成日跌親，基本上要人更新。佢變咗24小時 on call 嘅看護，冇得瞓冇得唞。但佢唔係護士，更唔係機械人，都係個有血有肉嘅普通人。長期唔夠瞓，冇私人時間，連傾偈嘅人都冇，啲情緒好似吹到就爆嘅氣球咁。心理學叫呢種狀態做照顧者過勞症候群。喺柏金遜照顧者當中，基本上個個都中招。壓力點樣影響個腦？用腦科學嚟講，長期壓力唔單止搞到你冇 mood，真係會搞壞個腦噶。壓力會令腎上腺狂出皮質醇，即係壓力荷爾蒙。短期可以幫你應急，但長期過高會搞殘海馬體，負責嘅嘢同調節情緒，搞到你冇記性、專注力差，仲會誘發抑鬱同焦慮。而照顧者每日對住患者退化，個腦會不斷收到搞唔掂嘅信號，搞到杏仁核負責驚同壓力反應，長期嗨爆，壓住前額葉負責理性判斷，結果就係情緒失控，諗唔到計，對人生冇晒希望。簡單嚟講，照顧者嘅壓力唔係咬實牙關就過度，而係真係會搞傷個腦嘅慢性病。點解柏金遜特別磨人心知？柏金遜係慢性，會惡化，冇得返轉頭嘅腦病。主要腦嘅黑質區呢度嘅多巴胺神經細胞會慢慢死，搞到動作慢、僵硬、行路唔穩等症狀。但最攞命嘅係呢場仗唔止係身體嘅病，多巴胺唔止控制動作，仲關乎情緒同動力。好多患者中期就會出現抑鬱、冷漠、暴躁，甚至幻覺妄想。即係話照顧者唔單止要照顧起居飲食，仲要接招患者嘅情緒核彈。你以為淨係幫佢着衫、餵飯、推輪椅，其實係眼白白睇住曾經最熟嗰個人，一日一日變得陌生。呢種心理落差，比做10個鐘苦力更攞命。我想走佬，但走唔甩。好多照顧者訪談都講過呢句，唔係真係想放棄病人，而係想放過自己一陣。但社會期望同自己嘅責任感，令佢哋連講句我頂唔順都覺得羞家。呢種無形壓力儲埋儲埋，最後就會爆煲成抑鬱症、焦慮症、高血壓、免疫力差。有研究話，長期照顧柏金遜患者嘅配偶，患身心疾病嘅風險比普通人高近3倍。點自救？由照顧自己開始。一、認清自己情緒，唔好死頂。覺得攰、燥底、想走佬都正常，唔係你唔夠愛，正常人都會咁。二、揾支援網絡，揾個可以傾偈嘅屋企人、朋友，或者加入照顧者群組。香港都有相關資源，肯伸手實有人接住。三、每星期留自己時間，就算半個鐘飲杯咖啡，落街行個圈，俾個腦抖抖氣。呢啲唔係自私，係令你行得更遠嘅燃料。四、學多啲病理知識，知多啲柏金遜嘅發展同應對方法，就唔會被突發狀況嚇親。五、揾專業幫手，情緒影響到日常生活時，唔該即刻揾人幫手。你唔使一個人孭晒，照顧者唔係透明人。成日話病人係生命戰士，但其實照顧者先係孭住成個世界嘅英雄。如果你身邊有咁嘅照顧者，唔好淨係同病人講加油，記得同佢哋講多句，你已經做得好好。每個照顧者都喺黑夜中發光嘅星星，等我哋一齊為佢哋點多盞燈。